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3月18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国内欠鸡卵蚵尾，严阁天气好，菜色颠倒大出，传出高丽菜继续崩盘。经济部宣布，对后个月开始要起电费钱，平均的起伏11%，用电的大户起伏17%。国际刑事法院。以前真多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逮捕令。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欠鸡卵，有的所在买同款是爱排价落长。下暗2箱甲2笼就要开花，鸡卵敢袂阁起价，明仔载就会公布。也那农委会是表示，后礼拜阁有进口的鸡卵500万粒会送到咱台湾。后面的有没有听到？有。今天白蛋就来5箱而已，只能分60个人，其他只能买红蛋，好不好？大家配合一下。摆甲长乐路店头各用放送头对较远的人客说明鸡卵的进货情形。一斤上至10个饼卵数量有限，下晡2点准时送到位。人客照顺序摕到15粒，才过去算钱。杂粮行除了拜日，逐工拢鸡卵进货。摆甲长乐路是最近的常态。拜日头前的人是提早1点钟就来排队。你袂感觉伤辛苦啊吗？袂啦，无你就无卵通好食啊！较俗的白卵上受欢迎，有消费者表示，红卵1斤贵20，实在买袂到手。爱开时间才买到一场所需，民众笑讲，这几年训练落来已经真惯是排队咯。从古早就开始排，一直排口罩、排酒精、排打疫苗，逐项排啊，排到这两阵换卵啊。排到习惯啦。习惯啊啦。农委会开放8个专案进口鸡卵，下礼拜才陆续到台湾，至少500万粒。澳洲行空运，土耳其行海运虽然是成本较悬，去花莲参加活动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会吸收成本俗俗啊卖。那我们会透过期选场，期选完之后，那按既有的通路调配到我们这些的超市，来让消费者买到相关的平价蛋。那这个会在3月底前都会到我们的超市。进口鸡卵爱经过包装标示才能上市，相关作业一定会阁增加成本支出。另外，鸡卵是毋是阁要起价？记者打电话予2商甲2农代表，拢无得到回应。两家事业产销督导委员会执行长陈进丁前一天对平面媒体表示，18暗时会阁对两家进行讨论，结果会伫拜日出来。记者综合报道。鸡卵欠，严个菜色颠倒大出，因为天气好，高丽菜大出，继续崩盘，请工来板根本袂好。有农民即摆规气开放，互民众家己来割，1粒10块。规土块高丽菜，每一粒拢是青脆个大粒，民众家己准备草芥呀、茶呀来采收。最近天气回暖，菜色成长快速，花莲高丽菜产地继续大波，农民因为采收无够成本，规气开放民众来捡班期，1粒只卖10块。有跑网路啊！哦，你拢有咧注意？有啊。啊，为对来？我对到来啦。哦。有6过来的。啊，就专工来迄班啦。有啦，专工去了。我上一次买1颗50诶，哦，1颗50，一颗10块，吓到。民众互介绍惊到，也毋过菜农其实心里智慧，因为目前西地果菜市场大卖价，每公斤平均计售就5块。若派人采收工钱价怎想爱开销，连拍卖成本都困难，只好用人家的计售开放民众来采，希望少了一寡。即摆计价较落啊，计价较落，无够成本啊。即摆行情无够遐哩，行情买是啥物原因？菜价俗啊。民生补助量济量少拢是问题。全台目前并价鸡卵少，中华有社福团体举办关怀活动，除了送礼券，也现场增加送鸡卵。民众只要比抢位关怀，都会当得到1盒10粒的鸡卵。很开心，现在鸡蛋很难买。当然是这盒蛋喽，因为好久没有看到蛋了。我们家我老婆虽然有买，可是现在这种限量，所以很少看到。主办单位准备3000多粒的鸡卵免费送予听公益的民众，大家一直讲赚到啊，拢笑嗨嗨，也正做欠卵之下的特殊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经济部第昨天宣布，对后个月开始要起电费钱，平均的起伏是11%。民生用电的部分，一个月用700度以下家庭无受影响，若用电的大户起伏是17%。工商界表示失望，烦恼会影响产业，失去竞争力。
要起电价，经济部宣布，因为燃料价格升过悬，要为4月开始调整电价反映成本，平均起11%。啊，不过考虑民生物价这冲击，主体用电700度以下，小店头1500度以下，甲学校用电这无调整。高压甲地区产业用电大好时，要过起差不多17%。高用电量的，当然这个会受一些冲击，这是一定会的。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减碳啊，就导入这样的系统啊，当然就是以节能为主啊。工商协进会表示，台电去年已经针对用电大户电费起15%，今年国起对产业造成真大负担。全国工业总会也希望用分阶段缓起，因为今年1月出口已经连6乌，也有通膨这问题，恐惊予制造业陷入困境。啊，不过环团基金会合理起电价将导引升电，啊，不过应该有相对应的配套。一些比较有收容的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比较贫困的家庭，他们的电价就不应该被涨到。那相对的，如果有些比较用电浪费的行为，他们应该付出更多的成本。兼顾台电的这个稳健的经营，然后千万不能倒，那也照顾了民生跟相关的物价的平稳。台电强调，这摆起电价，台湾电价甲外国比起来，不论是主体或者是工业电价，油源也是真低。甲外国比起来，台湾也是属于有竞争力的低电价。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是阿里山的樱花季，去看花的游客真多，也毋过因为久无落雨，本期乌老街欠水，店头爱对山骹载水上山。即马嘛烦恼讲无水通用，有人客嘛是无才调做生理。也那玉山嘛是欠水欠到真食力，排云山庄即马已经管制用水，玉管处是呼吁要爬山的民众爱家己排水起哩。假日的本期河老街出来佚佗的人真多，尤其是陈统统。每年3月到4月是阿里山樱花季，本期河市民众上山小火中间站，啊，不过游客多用水量增加，欠水时阵，店头家己为山骹买水运上山。假日的用量够大，希望这政府会使帮咱处理一下咱山区水资源稀缺的问题。本期河老街店头烦恼欠水，就惊阁无落雨，艰难改造，拜6拜日营业。中好彩另外一个景点就到民俗业者甲地方生活也受影响。欠水欠甲是安怎？拢无自来水通食。系啊，山顶的居民真正足可怜的。玉山国家公园16个山坳水台水量无够，排云山庄实施省水措施，高管处关山庄内底变锁，呼吁爬山人家己爱啉的水上山。在排云山庄，目前水源很难抽取，所以目前的话，呼吁游客可能自己要考量我们山庄缺水的情况，是否可以如果要上山，可能要自己带水。玉管处指出，玉山水源主要是雨水甲山泉水，啊，不过去年冬天甲即马无落雨，今年1月也无落雪，山泉水打起，山坳特别无水，请大家配合相关省水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南台湾当地欠水，那台中嘛已经580天无落大雨。行政院长陈建仁甲台中市长卢秀燕今仔日就做伙去大甲溪巡视。市府即马是建议中央爱调整台中的水情灯号，甲正常的蓝灯改做较暗的青灯。水情严重，中南部去年12月到即马落雨量就平均达4成，创30年来新低。其中台中市已经连续580天无落大雨。行政长陈建仁10月去大甲溪马湾坝巡视，强调中央会记哩自2021年8年大苦旱经验，已经提早部署。旱灾的情形呢，实际上比起百年大旱呢来的没有下雨的时间更长。我们应用前瞻建设的这个计划呢已经开始来这个整建很多的这个抗旱水井以及湖流水的这些建设。马湾坝目前水位标悬553公尺，储水量34万立方公尺。为跑巡视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烦恼，水头德基水库已经伫1个月内为百姓抽水率落超过6成，建议中央将水情灯号由哪转力，各严格检视水力发电，避免浪费水资源。那如果说现在还是维持蓝色灯号的话，那表示水情是正常的。那不管是水情的执行单位，
或者是一般的民众，恐怕都会忽略水情紧张的一个情形。经济部表示，大家客流域是台湾水利发电重镇，目前水情紧张，拢是先考虑民生农业用水放水，搁把握照机发电，绝对袂浪费。目前已经开始调度抗旱水井甲河流水，呼吁民众爱省水，暗过也有信心度过这一摆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对俄罗斯总统普廷发布逮捕令。俄罗斯是回应讲，因无信任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也那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认为，国际刑事法院是做出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在荷兰海界国际刑事法庭17日对俄罗斯总统普廷甲俄罗斯儿童权益专员发出逮捕令，指控两人涉嫌非法转移乌克兰囡仔到俄国，犯战争罪。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has issued 2 warrants of arrest in the Ukraine situation for Vladimir Putin,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for Maria Lvova-Belova. 这是国际刑事法庭对侵乌战争的第一份逮捕令。目前有114个成员国，这代表普廷若去这个国家，执法人员随时都会将抓起来。俄国回应无承认国际刑事法庭的管辖权，民众也无认同这份逮捕令。Вы вс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любой президент имее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Его нельзя ни арестовать, ни посадить в тюрьму, если на то не будет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внутренн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ов. 乌克兰民众是表示欢迎，不过也质疑普廷无够可能遭到逮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国际刑事法院做出历史性决定，让恐怖主义国家元首甲官员对战争罪负责。У кримінальних провадженнях, які розслідуються нашими правоохоронцями, вже зафіксовано понад 16 тисяч випадків примусової депортації окупантам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дітей. Але реальне повне число депортованих може бути значно більше. 联合国无评论国际刑事法院决定，强调专注解决目前冲突问题。后面俄罗斯支持这份逮捕令，佮继续支持调查。英国副首相拉布也认为这是历史时刻，会甲国际社会斗阵支持。不过专家认为，逮捕令虽然对受害者甲俄国反对派人士发出强烈信号，不过在现实上，竟然无法度发生伤过大改变。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继续关心法国政府修法，延后退休的年纪到64岁，这是引起民众的不满，抗争持续扩大。巴黎街仔路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这2天已经有370个示威者被警方抓去。几名电报警察将穿红色外套的查甫人围住。一阵幕阁站了后，将伊带走。伫国会大楼附近的协和广场，警方想要用催泪瓦斯赶走民众，双方也伫大路爆发严重的相杀。法国总统马克龙顶日主导国会动用宪法特别条款，以回避表决的方式强行通过退休制度改革，将法定退休年纪为62岁延到64岁，引起民间的剧烈不满。除了国会在野党连续推出无信任案。工会等民间团体也一直发动示威。Tout augmente, les prix augmentent, le pouvoir d'achat baisse. Là, il veut augmenter la retraite à 64 ans, alors qu'il y a beaucoup de jeunes qui sont dans la galère. 另外，伫欧洲的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甲想要寻求独立的科索沃，伫欧盟的介入之下，这礼拜六被继续讨论双方关系安怎正常化。因为西方国家主导的协议，和塞尔维亚民众认为是强迫因接受科索沃独立，所以就万名的反对协议的民众，伫新一轮谈判进前，行就贝尔格勒街路来抗议。Ovo večeras je borba za život srpskog naroda. Mi imamo pravo da ne budemo uništeni, imamo pravo da živimo. 塞尔维亚甲科索沃的关系，伫1999年贝尔格勒和西方国家空袭了后，就一直真无稳。欧盟对塞尔维亚加入上新开出的条件是，需要实质上承认科索沃独立，同时要完全配合欧盟的外交政策，对数十年来友好的俄罗斯启动经济制裁，和塞尔维亚政府面临两难，也引起塞国民主主义的规划会。公视新闻，齐家珍报道。
国民党最近因为选测会名单内底有牵涉乌金的人引起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就伫面册表示，国民党爱技术乌金。今仔日国民党有开记者会，表示选测会受外界误解，所以决定要停止运作。党中央的这个选测会终止运作。国民党最近因为选测会的组成名单内底有牵涉乌金等等政治人物，引起风波。十月早时紧急召开记者会，宣布因为选测会的公联和外界误解，决定停止运作，回归到原本的提名机制。整个事情的发展，我们势必要做出一个适当的调整。来回应社会大众的这个期待。国民党籍新北市长侯友宜16月底面册发文表示，无度接受乌金。根据了解，侯友宜17月甲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通过电话。10月早时，伊参共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捷运环状线的开工典礼，强调伊甲朱立伦对反乌金都有共识。我们一定会齐心齐力面对这个问题，把它做更效率的解决我们的期待。连者人之表演，民之表演。我想国民党应该要坚持它应有的价值。国政党当咧积极准备2024大选，但是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第3个月时间内，国民党政党认同者是为31.6%落到23.1%，民进党方面为30.5%提升到33.8%。国民党一定会持续的倾听民众的心声，来积极的回应民意。国民党表示，选测会停止运作了后，所落来的提名方式会透过党内幕僚提名，交予中央提名委员会通过。委员会是由党主席来调集，会邀请包括县市长等重要角色来组成。选测会引起风波了后，所落来提名敢会当予大众接受，就看落尾国民党安怎行。记者郭明正最由台北新北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伫早起举办维权统治时期政治受难者追思纪念会，向过去伫戒严时期牺牲的受难者致敬。典礼一开始，全体参与者替维权统治时期的政治受难者默哀。会知影国家人权博物馆特别举行追思纪念会，阿公伫当年互枪杀的李兴奇受邀来致辞。伊阿公李顺发以早是高雄的药商，因为牵涉到政治风暴失去性命，迄时阵的徛家甲店面全部拢互没收。受难的不只是我的祖父，还有伯公、叔公，他们的妻小惊恐度日，生活从顶峰坠入谷底。庄严的仪式纪念历史事件牺牲者，过去38年，戒严体制甲白色恐怖影响，未少人失去自由甲基本人权，规个家族啊甲人生改写，家属的心心灵拢受到伤害。让这样子的台湾重要的一个悲惨的历史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能够在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身上，能够永远记取、反省，更能够感同身受。追思会嘛特别演出充满记忆的歌谣，包括思慕的人、春花网络等歌曲。最后大家共同疗行纪念碑、献花、追思故人，保守迄段袂当放袂记的历史。记者林俊梅、王兴忠 SNG 小组新北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本土病例是新增加7825例，已经连续10天无到1万例。也若后礼拜一开始，轻症就唔免通报嘛，唔免强制隔离，所以嘛当作取消时程看诊。准讲去为着挂喙暗曲医生看着应急。新冠本土连续10天降万例以下。10月拜六增加7825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六降7.3%，死亡有35例。疫情继续降温，20后礼拜一起，轻症确诊者会当免通报免隔离，只有住院的重症症才需要通报。对啊，全世界都一样了，这本来就是一种病菌吧。等于说就是更没有保护了，大家都就是完全无视病毒，这样子感觉好像也不太好。指挥中心表示，现在上路了后，会公布取消时程看诊。未来民众若快筛阳性，会当挂喙暗到诊所也是病院实体看诊，也毋过有基层医师批评，这是凊彩搁冒险的政策，建议维持晚期医疗，互民众自行选择就医方式。若开放确诊者到院所就医，可能会增加高风险族群的着病风险。这些同时获诊的民众，有些是
高风险的老人、小孩，或者是本身有慢性疾病的人，这样的情形之下，发生感染的风险会增加。视讯诊疗在新制上路之后，只会提供给就医不便的像山地、离岛、偏远地区以及这个住宿机构的住民。指挥中心强调，除了山地、离岛甲偏远地区，考虑机构住民着病了后，紧急医疗需求，也会继续适用管制医疗服务。一般轻症民众原则上取消视讯诊疗，后续会观察就医导药进行个适时检讨。另外，若清明年假了后，也将稳定病院的探病陪病规定，有希望伫4月初10放宽。大众运输爱挂催暗的规定，也可能伫4月中旬了后取消。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台北市有分纾困金，互弱势甲66岁以上的时段。第一批已经有13000人领到啊，若第2批对今仔日开始会当去网络申请，才半工的时间尔就超过25000人去登记。全台湾只有台北市才有6000块纾困金，第一波总共有13000多人已经领到，10月开始进行第2波的网络申请，民众除了会当透过线顶提出申请。市公所把第一批所提供民众来办理。整个流程都很顺畅。那其实刚才已经有些测试过了。那其实作业时间大概1到2分钟，其实就已经申请完成了。6000块的话，我会再运用在家庭的一些增进家庭的一些家庭的亲子活动的部分。根据统计，自透早到中昼，已经超过25000多人在线顶完成。市公所面对同时间这侪人提出申请。把个电脑设备传好势，完全唔敢考试。透过这一次，我们的申请可以了解到年轻的城市、进步的城市，那医化的建制非常重要，我们也会加紧脚步，赶快来建制。台北市限定的项目6000总预算12亿，按算4月初10进前会完成拨款，再加上中央准备要发的6000块。台北市民总共会当领到12000块的现金。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世界棒球经典赛，今仔日墨西哥是对波多黎各，墨西哥乒乓逆转比赛以5-4拍入前4强，这是因队史上的头一届。那刷落来，墨西哥要甲日本对决，想赢想就当去拼冠军。波多黎各8孩子球棍一攻，球飞过正外野，红不让攻着壁，收获墨西哥先发2分炮。罗萨里奥的阳春炮，波多黎各头一局4分。另一届代表美国摕到 MVP 的史卓曼，这届换穿母亲家乡波多黎各战衫，先发主导4局，只互巴瑞德斯攻出红不让61分。攻完前6局，波多黎各4比2领先。这局下半场接替2名投手刷弄破顶。攻较正顺的巴瑞德斯攻出6比2分安打，乌利亚斯个攻安打，墨西哥出伫5比4超前。比球上，波多黎各这球飞向倒外野，就要横成中打，墨西哥倒外野手伫洪布拉攻着壁进前跳起来接杀。高球上，墨西哥又按照小后线加了个4关门，3-4荷兰德兹结束比赛5比4拍败波多黎各。对输头一摆进入 WBC 4强，后一战将会对上日本队。En su mayor parte vamos a ser nuestro rival va a ser el favorito en los partidos que quedan, pero pues eso no nos asusta. Esto no es de favoritos, es de hacer el trabajo dentro del terreno de juego. Respetamos muchísimo a Japón, pero estamos enfocados。下半场目前无败的日本，墨西哥总教练只有强调，日本是伟大球队，队中有美丽这棒名称。整体来讲，祈求上帝保庇，取得胜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有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
12度至2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收听收看今日这个 AM 新闻，稍等，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